怎么办？我现在一看到你，就觉得有些呼吸不上来。周晓，我喜欢你。哎，你先别挂，我真的是认真的，跟其他女生没有任何关系，男生也没有。早知道你会误会，我以前就应该正经点了。总之，你考虑一下我吧。有些事错过了就错过了，有些人错过了还不愿错过，好多真心只能藏在被你当成玩笑的话，我是认真的，你相信我吗？有些事说放下却放不下，有些话没说出因一时害怕，我和你命运的分岔摆在捉弄人的时差，默默把牵挂转变成有我呢，放心吧，希望你从此幸福，有我一直来守护，这份决定多么清楚，不想做旁观者，见证去